给各位大家继续报告啊。下面这一张书法师傅所写的。那么这个内容呢很简短，但是我觉得很有意义啊！我愿意跟大众来分享哈，跟大众分享。这里头的首先提到，不修行无以度自己，不说法无以度众生，不念佛无以度生死。有没有道理呀？你们一看就明白了，好像我就不要解释了，对不对？不要解释。但是很多我们社会一般的这些信众呢，可能不了解，没有办法深一层的去体会师父的用意。我透过这几句话，我要你们能够明白什么呢？第一，不修行，我们来这个世间呢，主要的，我们明白这个身体啊是借我们暂时用的，这是一个假象。这个虚幻之体，这是一个假的，借我们用的，它没有办法永远的坚固，没有办法长久的存在，所以身体有一天它会生老病死嘛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个人例外，没有一个人逃避，所以死是很平等的，死是平等的。但是死是不是结束呢？没有结束，死是另外一个生活的开始。你如果说我们这个肉体抛弃了以后，它会老了嘛，不堪使用了嘛，对不对？机器这个所有的这个五脏内腑的机能啊，都已经慢慢退化了，不堪继续使用的时候，我们把它舍弃掉，我们的灵魂就是本体，你的自信就离开这个色身，要到另外一个地方。到底去哪里呢？就根据我们在世间，你怎么做，你以后就怎么得。所以我们来世间目的是什么呢？就净化我们的灵魂，让我们的灵魂呢不贪、不去、不恨、不抢、不求，我们的灵魂干干净净的、光明磊落的啊，好像毫无羞愧。你的灵魂如果干净了，我们就是在修行。修行是你不该得的，你不要去争，对不对？不该说的你不要说，不该想的你不要去想，这样就修行嘛，让你的修行就不会造业。如果你邪恶的念头，你把你的讲法啦，或者想法啦，或者做法的角度偏斜了，那你看你不把它赶快把它矫正过来，赶快把它怎么换个身转个头的话，你想想看，一直一昧的这样做下去，以后这个罪业很深重，你的灵魂越来越执着，越来越肮脏，越来越脏啊，就好像我们所做的灰尘一样，一层一层越来越污垢啊，那个越来越重。你以后你想要把它清除，就不是那么容易。怎么证明我们的灵魂不会死的？灵魂怎么不会死的？哎呀，我就曾经经常跟很多信徒说，台湾在基隆发生一个命案，知道吗？有一个年轻人呐，无意之间不知道跟了一个壮年人呢，突然间起冲突以后就把他给杀了以后呢，就用那个汽油啊把他给烧掉，就在那个基隆山上某一个地方啊，把它烧了以后呢，他的骨头留存在原来的地方。结果一般啊，去爬山的这些朋友去那边一看，这很清楚啊，这是人的骨头啊，马上就报案了。一报案，各位他知道了，想要来认尸，到底是哪一个家属，他们想要来认尸。结果就开始把这个整个乡村里面呢，所有的人都通知了，赶快大家招呼朋友，赶快来认。结果在排队的时候突然间呢，这个年轻人呢也想要探个究竟，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死了呢？他在后头啊，跟在后面排队，看，轮到他往前一探头啊，没想到啊，很奇怪，已经火化了，已经烧过了这个骨头呢，白色的骨头突然间翻身了，翻过身就站起来了。站起来以后，各位
太恐怖了！一箭步啊，跳一下，一箭步就怎么样？抓住这个年轻人，从这脖子把他掐住，紧紧的抓得紧紧的，很死命的用力这样把他抓得紧紧。结果所有的旁人一看，吓坏了，过来帮忙啊，想要把他搬开，搬不开啊！结果这个年轻人活活的被这个骨头，白色的骨头掐死了。现场所有的一般民众都亲眼看到，这个各位在民国40几年的时候发生这个命案，那后来调查的结果，原来是这个年轻人害死对方啊，是害死对方的，对方已经烧成骨头了，为什么还能动，还能够跳起来？各位，证明灵魂是不会死的，各位对不对啊？灵魂不死的，灵魂是不生不灭的，灵魂是没有增加也不会减少的。所以我们来这个世间，如果修行，就让你的灵魂能够干净，你的灵魂不要污染。以后干净的灵魂就到干净的地方，如果污染的灵魂就到污染的黑暗的地方。这自作自受啊！自己怎么做，自己怎么去接受。所以，我们如果不修行，没有办法度自己啊。每天都在这个世间里面啊，五浊恶世当中，每天就是吃喝玩乐，以为这个才叫做生活。但是你的灵魂每天肮脏啊，每天肮脏啊。那以后你死了以后，你的灵魂怎么交代呢？灵魂怎么交代？各位对不对啊？所以各位，我们一定要修行，你才能度化你自己，让你的灵魂无挂无碍啊，干净光明，你就到光明的地方。所以很重要，一定要修行啊，把自己的身口意啊，尽量跟众生都不要结恶缘，各位对不对？不说法，无以度众生。如果你不把法讲出来，众生不了解啊。我们一般人没有学佛的人，没有接触的人，缘还没有成熟的人，他没有办法听到原来佛法是要度众生的，原来还有因果观念，还有三世因果，人死了还有下一辈子，很多人不知道啊，以为一死就一了百了啊，很多人糊里糊涂的，就可惜吧，没有智慧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说法，才能够度化众生。各位对不对？让众生了解这世间的真相，明白做人的根本道理，怎么样做以后才有保障。你要讲出来，所以一定要说法，才能够度化众生。不念佛，无以度生死啊！因为佛是要用这成佛之后的名号，让众生来依靠嘛，让众生来解脱嘛。来超越，能够跳脱这个六道轮回。佛是要用名号，名号是什么？我们靠佛，念佛叫做靠佛，请佛来救度我们。我们如果靠自己的话，太软弱无力了。我们众生的习气太重了，毛病太多了，对外在的这所有一切的一切，我们都放不下呀，看不开呀。我们的内心每天都是牵肠挂肚的呀，对不对呀？所以你看，如果你不念佛，靠这个佛的功德力，我们才能够离开三界。所以各位，你不念佛就没有办法度生死，以后你永远都是生又死，死又生，死又生，生又死，一次又一次，一遍又一遍，一直来了。你来一次，你们已经知道了，各位已经是痛苦啊，难熬啊。各位，这种折磨啊，各位，你们想想看，活在世间，哪一个人说他很快乐？哪一个说他很快乐？你年轻，但是有一天你会老了；你有健康，你一定会有生病呢，对不对？生离死别啊，是多么残酷啊，多么残酷，随时都会发生的。尤其天灾地变，这个人世间的灾难有这么无情、无穷无尽，所以我们就知道，我们绝对希望赶快能够跳脱。要跳脱什么？你要念佛，你念佛来靠佛，祈求佛的救度，我们就把生死彻底的解决了，彻底解决。各位对不对啊？这样听懂没有啊？听懂。今天非常开心，很高兴的写这几句话给各位大家结个法缘。我写完了之后是满心的欢喜。我自己坐在那边看我自己写的字好像还可以。
但是重点呢，不是这个日题写好不好，是那个内容。我觉得这个内容对我们众生来讲，就是无畏，就是主要用意就是让你能够选择有一条道路可以走。不会沉醉，不会沉迷在现前的这所有一切物质的追求，各位对不对啊？让我们能够跳脱，以后心清净自在，我们能够好的灵魂到好的地方去。我要祝福大家，大家要觉悟哦，赶快有所警惕哦，大家我们互相来共勉，谢谢大家，南无阿弥陀佛。